咱所听见的，有啥物人相信啊？耶和华的圣手，万有啥物人显现啊？因为伊要亲像真正的影，也要亲像棍发伫大地，对耶和华的树头要发一支影，对伊的棍所生的枝要结果子。这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，这就是我迄个称过树枝的仆人，伊要对伊的拳头发出来，伊要起造我的教会。就有毋茫，以色列人，恁着对耶和华有毋茫，因为伫耶和华有坚定的听，伫伊个有丰盛的救赎，既若骗互耶和华的人，拢着壮胆。恁的心着坚强，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气力，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，行也无野，走也无剩。
就有平安、吉利行啊！你伫犹大川民族中随时离世，叫要将做以色列的掌管者。伊要伫耶和华的团员甲伊威严的名徛起，来友善伊的羊群。伊要安然徛起，伊要做大直到地极，伊要做咱的平安。因为约瑟是一位义人，伊毋爱将即个代志公开，想要暗暗仔甲伊解除婚约。当伊还在考虑的时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，对伊讲：约瑟，大地的后裔啊，无得惊，你着带玛利亚入门做你的某，
因为伊所怀的因是对圣神来的，伊要生一个囝，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。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祝福先知所讲的。迄个在世女要怀孕生囝，因要叫伊的名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彼得约瑟困醒起来，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，带玛利亚过门做某，无甲伊同房，到伊生囝，就叫伊的名做耶稣。
地方有各样的踮伫山里，面是手机固守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微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彼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鞋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天兵，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阿落上帝讲。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这个天使伫回应，上天的时，各样的三甲讲。当咱来去必日行看所行的事，这就是主所报咱知的。
文底，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二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即、个道起头甲上帝三甲二地，万物对道来创造。伊若是有创造的，无一项是对伊来创造的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、个活命是人的光，光照着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。有真光，有真的光来入世界，伫照万人，在照万人。伊伫世间，世间对伊来创造，也世间毋捌伊。伊到家己的所在，也家己的人无接纳伊。既若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的，信伊的名的人。伊就是想事因有权，诚侪上帝的囝儿。因毋是对客气，也毋是对上帝的意思，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，就是对上帝。先知的信心，圣经中的盼望，圣囝基督的平安。伊的父母会疼读，牧者会喜乐，福事会迎应。
节期的恩典，永远的活命。伫这个圣诞的时为日引，愿道万灵上帝圣父、圣子甲圣神，踮伫你中间，直到永永远远。